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閱讀人生100篇李怡著 topic 去喜歡自己做嘅事。英國作家約瑟夫·艾迪生曾經講過，快樂嘅3大要點就係有事可做、有事可愛、有事可盼。所謂做事唔一定指工作，亦都可以係閱讀、健身、睇一部電影。總之自己應該安排一啲事可以做嘅。若幾日假期只係瞓覺或者喺梳化上將電視嘅頻道轉嚟轉去，咁就絕非有事可做。有事可愛係只要你做一啲鍾意嘅事，即使係最平常最簡單嘅工作，亦都要以樂業嘅精神去從事，要覺得自己所做嘅事可愛。有事可盼係指你要對要做嘅事有所期待，比如郊遊，比如出門旅行，比如沖一杯茶邊睇書邊聽音樂，比如去參加一次好友嘅茶聚。你期盼着呢件事，期盼有呢一刻就係快樂。創作了兒童故事《小飛俠》呢個人物嘅蘇格蘭作家詹姆斯·巴利關於快樂嘅名言係：快樂嘅秘訣唔係做自己鍾意嘅事，而係去做鍾意自己做嘅事。呢啲就係艾迪生講有事可愛嘅另一種解釋。由於生活中唔見得每一件事情都係我哋所鍾意嘅事，但係我哋可以學着去鍾意自己做嘅事。樂趣係從你嘅事情有唔同嘅睇法之後而產生㗎。每個人總係會有必須做而且唔不得不做嘅事，因為人總係伴隨着唔同嘅身份，亦都有必須去擔負嘅責任。比如幫人帶小朋友，如果呢一啲係你嘅責任，咁樣你可以整天抱怨孩子有幾難帶，幾咁操心。你亦都可以從孩子身上得到樂趣，從你照顧孩子嘅健康成長中，可以感受到快樂。就好似食物一樣，我哋都會有偏食嘅習慣，比如唔鍾意大蒜，怕榴蓮陣味。但係如果你開始去嘗試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嘅味道唔係自己所想咁樣㗎。去鍾意自己做嘅事，不但會帶嚟快樂，而且都只有咁樣先能夠從平凡之中嘅工作獲取心得。快樂嘅秘訣唔係做自己鍾意嘅事，而係去鍾意自己做嘅事。因為只有當你對事情有唔同嘅睇法時，樂趣先會產生，亦都能夠由平凡嘅工作獲取心得。全文完，各位晚安。